社团拍这段影片，讲伫咧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，看到3只奥多摆插伫咧轿车停车格，有一群外国人伫咧遮开讲报道，因为南投服务区有一条路是要互中寮乡的百姓过，伫咧出入口嘛有路牌，写讲敢若4年的会当过。国道警察即马就要来追查，准备要开罚单。 半暝国道休息站有一群外国人坐伫野顶休困开讲，啊边仔停车格内底阁有3台机车停伫遐，民众伫边仔看到，想要讲这机车到底是为倒位来的？3台机车。这是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，进前有民众伫人面册社团抛这段影片出来。伊讲我头一摆看到高速公路休息站内底有机车入去，敢若我一个人感觉奇怪。会压抑他怎么骑上来？休息站的员工停车区踩一块蓝色的牌仔，顶会写公务车停车区，外车禁止入去，机车请停后壁的机车停车区无开放予普通的民众停机车。啊，南投服务区有便当提供予中寮迄搭位仔的民众，伫入口的所在嘛有彩标示，干那4年以上的车会当驶。我们会调阅相关的监视器，然后依豆浆处罚条例来进行举发。 国道警察会调监视器来调查，按照规定会当罚900到1000。另外，机车违规停伫车的停车位内底会当罚600到1200。啊，外国人敢是因为标示看无，才会甲机车骑去咧国道的？警方嘛进一步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